1992亞洲小姐競選總決賽，現在開始。今晚嘅大會師爺，沈殿霞小姐、黎小田先生、陳友先生。各位觀眾、各位嘉賓，你哋好。咁呢2個禮拜嚟咧，亞姐選美咧已經成為城中嘅熱門話題啦噃。咁大家期待咗好耐啊！1992年度亞洲小姐總決賽咧，今晚終於同大家見面啦。熱門城中話題係好事嚟㗎嘛？喺呢2個禮拜咧，所有嘅週刊啊、報紙咧，都係講晒我哋啲佳麗。係啊，你知唔知啊？我好多 friend 啊，同我做準決賽啲錄影帶翻睇啊！真係翻睇，因為好睇啊嘛。嗱喺摩洛哥咧就送讚，喺個台度咧就講生果。咁其實大會嘅目的咧都係想啲女仔咧就表現佢真性情嘅啫。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咁樣唔係好好。咁我啊覺得好好睇喎，我覺得冇問題喎。嗱，我哋無謂啦，幫各位佳麗咧喺度解釋，不如等各位佳麗出嚟同各位觀眾交代一下，好唔好？好。1號嘅黃詠儀小姐，有人咧就話你特登扭親隻腳同成龍一齊就搏宣傳喎，你點解釋？咁我相信刻意去做宣傳並唔係我責任之一嚟嘅。咁如果真係要我做宣傳嘅話，我亦都唔會淨係揀扭親隻腳咁少少去做新聞啦。多謝。2號嘅欣安娜，你係準決賽嗰晚咧，你就話新聞界啲朋友做假新聞喎，你點解釋先？其實咧我就冇心嘅，事後亦都同新聞界記者講聲道歉，我更加希望喺呢度嗰啲誤會唔會將我令到種種嘅謠言。多謝，多謝。
9號嘅歐瑾小姐。咁啊，最近咧就有本週刊咧就登咗一張成人雜誌嘅豔照啊！哇，係你嚟嘅，咁你解釋下究竟係咪你嚟嘅？首先，大會一定會評定我嘅參賽資格啦。如果呢係事實，我諗我今晚都唔會有咁嘅榮幸同咁多位前輩同台演出啦。但係呢啲謠言一定會令我更加努力，爭取最好成績。多謝。10號啊，蔡寶珊，好多人話你中意咧單打喎。喂，你係咪究竟真係中意單打人㗎嚇？單打咧其實係一件好蠢嘅事咯，我覺得做乜要做到令人討厭我啫？根本就冇呢件事發生。多謝。多謝。11號嘅陳以明，陳小姐，恭喜你喺準決賽嘅時候咧攞到2個獎啊！咁請問你係咪憑你呢一雙電眼咧電到2個獎翻嚟咧？首先喺呢度，我好多謝各位評判對我嘅欣賞。但係如果我能夠連柏林影后張曼玉小姐都感動到嘅話，我今晚嘅信心係增加咗唔少㗎。多謝。12號嘅黃劍清，嗱，你嘅職業咧就無第二啦。但係有啲人話你擺啲 pose 唔係幾好睇喎，點解你咁中意縮埋個膊頭㗎？可能我演出經驗唔夠啦。如果我有啲乜嘢做得唔啱或者唔好睇嘅話，希望你哋會話俾我聽，同埋提點我。多謝。多謝。15號嘅馬佩欣小姐，首先咧恭喜你進入咗亞姐嘅總決賽。但係聽講咧，港姐係你嘅首選，亞姐係你嘅次選喎，解釋下好嘛？其實次序唔係咁重要嘅，參加港姐或者亞姐都唔係咁重要，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可以突破到我自己。多謝。16號嘅左容，聽講話你準決賽嗰晚人哋問你個問題咧係事先安排嘅喎，喂，究竟係咪真㗎？梗唔係啦，其實就係因為當晚嘅情形太過緊張咧，佢一時心急，將以前聽翻嚟嘅笑話講咗出嚟，其實佢都冇心嘅。哦，多謝。多謝。17號嘅馮美英，馮小姐，你喺摩洛哥嘅時候咧，就有人話你朝早好準時起身化晒妝先出門口，係因為年紀大。我參加得選美，相信大家都知我年齡㗎啦，而且我皮膚比較白，所以搽少啲唇膏都好似化咗妝咁咯。多謝。18號嘅李小維，咁你喺準決賽嗰晚咧，同阿馮美英兩個針鋒相對，事後你就話係事前咧串同㗎，咁樣好似有欺騙大會同埋各位觀眾之嫌噃。我承認有同馮美英經過，但係出嚟嘅效果都好好啊，個節目。多謝。多謝。哇！各位佳麗啦，果然對答如流啊，充分表現出佢哋嘅智慧啦。3言2語咁咧，就將各位觀眾心目中嘅疑問一掃而清啦嚇。不過肥姐啊，係，我啊覺得3言2語就一掃而清咧，好似唔係好好玩。應該打爛沙盤問到篤咧，就玩到盡好玩好多啊！哇！你想玩殘人哋咩？真係。咁啊嘅，其實要玩得好咧，先有好嘅效果啊！好嘅效果咧，先攞到好嘅收視，好嘅收視咧，就攞到好嘅廣告啦。咁啊係。咁啊啱嘅，不過好似啊對啲佳麗咧陰公咗少少。咁啊唔係絕對唔係。大會安排佢哋咧就真我啊嘛，咁起碼啦可以發揮佢哋嘅才能啊、急才啊、應對啊、口才等等啦。咁而我哋啲觀眾有福啦，就可以睇到晒佢哋真我嘅一面。嗱，我認為當今嘅女性咧，除咗美貌同埋有真我個性之外咧，應該有翻少少常識嘅噃。嗱，唔通問你現任港督係邊個，你就話係彭健新咩？係嘛？咁啊唔得噶嘛。講呢樣嘢咧，就好似有位仁兄啊，應該要出嚟嘅喎。係啦，呢位咧就係上一次係咁嘅喎，呢個張堅庭咧啱到呢個時間又唔見咗佢嘅，因為咧佢今次咧準備咗一啲咧政治嘅常識問題咧，係考下啲佳麗。
咁啊，係咪啲即係97仲有幾多年先到啊？呢啲唔係咁簡單嘅。頭先啊，阿挺喺後台同我講話，阿肥，我知道啲佳麗咧就刨咗10幾日報紙㗎啦，我諗咗啲好絕核嘅問題嚟考起佢哋咁講啊。阿挺咧就喺後台頭先見到佢喺度度緊啲好絕核嘅問題啦。咁我喺後台咧就見到2位天王巨星喎，一陣間咧就同我哋表演嘅。咁啊，天王巨星就喺入邊，咁另外有7位巨星咧就坐咗喺前邊啦，已經就係我哋7位勞苦功嗰個評判啊。佢哋就包括係成龍先生、林謝玲玲女士、張曼玉小姐、阮偉文先生、梁永燕太平紳士、杜黃偉良女士，同埋我哋嘅首席評判高福理先生 Mr. Gerald Godfrey，Thank you very much， 多謝晒各位評判，今晚辛苦晒你哋啦。咁喺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咧，今晚亦都可以落足眼力咧，嚟欣賞下各位佳麗每個環節裏邊嘅演出喎，嚟評出你哋心目中嘅冠軍啊！阿肥啊，唔知咁簡單㗎，嗱啲佳麗咧，除咗過咗幾關之後咧，仲有一關就叫決賽中嘅決賽，犀利！決賽中嘅決賽咧，就即係唔係喺我哋最後一個環節裏邊咧？咁我哋就係選出3位最高分嘅佳麗，再鬥一次。係啊，咁然後先至可以分別選出冠亞季軍。係啊，點樣鬥法㗎？哎呀，咁精彩嘅內容梗係留翻最後先至講啊嘛，係咪？咁啊，首先要買埋關子，咁啊睇完廣告翻嚟咧，再同大家一齊再見面啊！一陣間再見啦！一陣間見。各位你哋好，又翻嚟我哋選美會嘅現場啦噃！哇，跟住嚟呢個環節咧，犀利啦，可以睇到各位佳麗高貴嘅儀態啊！係啊，肥姐啊，嗱，其實所有佳麗咧都係盡晒佢嘅能力去表現佢高貴嘅儀態㗎。係啊。咁但係好可惜喎，有幾十張報紙咧都話佢哋上一次咧喺台上高咧有少少失儀。咁啊，其實講起上嚟儀態呢樣嘢咧就可以學嘅啫。係啊。但係如果你話講到談吐啊、修養呢啲咧，就唔可以一朝一夕。你睇下，好似我哋咁知嚇。喂，唔好喺度讚自己啦！嗱，跟住嚟呢個明豔風采麗人行裏邊咧，大家就可以睇到各位佳麗高貴嘅儀態，好好睇嘅，有靚女睇又有靚仔睇喎。等等，我去換件衫先。得啦。喂，你哋認為自己好靚仔咩？咁都幾好啩！啊，你真係啊，太過自信啦！老實講啦，10年前啊，我都要揞住個良心，好勉強話你哋靚仔啊！唔係我肥姐，我老婆啱啱先話我今日幾靚仔喎。淨係今日啫係嘛？嗱，今晚我哋呢個靚仔咧就係城中公認嘅俊男嚟嘅。邊個啊？黃敏德啊！你哋坐埋一邊睇 show 把啦。シャレ自然消北嘘嘘風景全国一丁見せ本喧嘩なし無名役無名字ないし無路し無臭滅亡無知役無得意無償特攻膨大さはにゃはら見た自称言語うかくと一切攻撃シャレ自然消北嘘嘘風景全国
梁李少霞女士勸1號嘅黃詠儀咧，唔好咁緊張喎。喺出場之前咧，自己喺自己嘅面部打幾巴，咁咧笑起上嚟咧就會自然啲噶噃。梁太就認為2號嘅恩安娜，只要咧輕輕減下下圍嘅脂肪，咁行起路上嚟咧就會更加輕盈同埋舒服。Excuse me, is it okay if I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林燕妮小姐咧就希望9號嘅勾緊咧，特別係自己面部嘅缺點轉為特點喎，咁樣咧就可以建立起自己嘅風格，擺脫咗別人嘅影子㗎啦。對於10號嘅蔡寶珊，林小姐就認為佢如果能夠加強講説話方面嘅自信，咁喺評判嘅心目中嘅印象咧就會更加深啲。林小姐對11號陳以明話咧，唔需要太過堅持自己低頭望人呢個 pose 喎，因為咁樣睇上嚟咧就會更加自然同埋更加輕鬆啲嘅。李趙金興女士就認為12號嘅黃劍清，如果行起嚟忘記咗自己係模特兒嘅身份，咁個膊頭同埋步姿咧就會更加完美㗎啦。I know you must hear this from other guys. I can't believe that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All those other times. 而家李太咧就覺得12號嘅馬佩欣咧喺各方面都唔錯嘅，只不過咧膚色咧就較為深色咗。咁即係叫你少曬啲太陽，唔好游咁多水啊！許何超瓊女士咧就覺得16號嘅左容，佢嘅笑容方面如果稍為收斂一下咧，就會更加討人喜歡啦。而家許太認為17號嘅馮美英咧喺台上面嘅表現過分緊張喎，如果可以保持輕鬆啲，咁就會更加親切㗎啦。對於18號嘅李小慧，許太咧就認為佢如果表現得淡定啲，咁憑佢活潑同埋嘅青春，成績咧就一定會更加好。多謝，好多謝黃敏德喺呢個環節裏邊咧，同我哋各位佳麗一齊演出嘅。我相信你睇過各位佳麗喺呢個環節裏邊演出咧，都冇人話佢唔夠高貴啦吧？不過我忽然之間醒起啦，喺準決賽嗰晚，各位觀眾，咁大會咧為咗唔想埋沒各位佳麗嘅口才啦、真情真我面，所以咧俾多次機會俾你哋嚟多次辯論嘅噃。冇錯啦，咁啊今次咧就有少少唔同，就大會咧就特定咗一條問題出嚟，咁然後佢哋繼續就自由分成咗2組，咁然後每位佳麗咧各自咧都有15秒嘅時間咧，去到發表一下佢覺得大會定出嚟呢個問題啊，佢自己個人嘅觀點係點樣嘅。係。咁啊等佢發表完之後咧，我哋亦都係俾4分鐘佢哋咧分開2組咧
嚟互相辯論嘅喎，再嚟表露真情啊！係啊，咁啊，首先我哋大家介紹兩組嘅人馬先啊。喺我左手邊嘅咧就係2號嘅殷安娜啦，12號黃劍清，15號嘅馬佩欣，16號嘅左用同埋18號嘅李小維㗎。喺我右手邊咧就係1號嘅黃詠儀啦，9號嘅歐瑾啦，10號嘅蔡寶珊，11號嘅陳綺綿同埋17號嘅馮美英啊。咁啊，先兩日啦，據我所知咧已經抽籤咧就分咗正反方㗎啦，所以喺我左手邊就係正方，右手邊就係反方啦。嗱，今次我哋辯論嘅題目咧就係聽清楚啦吧？你哋兩個幫邊一邊先？我幫正方。OK。咁即係我做反派啦，我幫反方，唔使驚啊，我哋反擊佢嘅。咁我做翻我自己嘅職位啦 ，censor 官啦，因為我最正氣啦嘛。聽清楚嘅題目就係參加選美嘅目的，純粹就係為名為利。哇！純粹為名為利，即係我哋呢一方面咧，就覺得參加選美嚇，你哋嘅5位咧都係為名為利，所以企喺呢個台嗰度嘅。咁你5位咧就一定要講唔係為名為利，知道嘛？嗱，咁啊，首先咧就俾你哋講下論點先啦。咁由殷安娜開始先。冇錯，我覺得通常參加選美嘅女仔都係為名為利，因為佢哋想藉著呢個機會去晉身娛樂界，去攞佢哋嘅知名度。我覺得呢啲係冇壞啊。好有道理。黃劍清。人要工作咧就係為咗生計喎，而我哋參加選美亦都係一樣，我哋用我哋正確嘅途徑去揾我哋嘅知名度，即係同外界嘅人升職加薪一樣，都係為咗名同埋利嘅。好。哇，好啦，馬佩欣。喺個商業社會裏邊啦，名同埋利已經代表人嘅成就啦。咁我相信咧，追求名利咧，唔係淨係男人專有嘅，90年代嘅女性一樣可以爭嘅。所以選美咧就係一個最直接同埋最好嘅途徑。好，左用。我覺得都係啱嘅，因為咧世界上大部分嘅父母咧都希望自己嘅仔女出人頭地同埋名利雙收嘅。所以今晚我利用我父母賜俾我嘅條件咧，嚟參加選美，去爭取我嘅名同埋即係應得嘅名同埋利啦。係夠鐘啦，夠鐘啦，夠鐘啦！好大條道理啊！好啦，到你啦，李小維。人與生俱來咧係有副善心㗎，而我覺得咧每一個人咧都有一顆善心嘅話，如果我有名同埋利嘅話，我諗我會利用呢啲名利去幫助社會。多謝。只捐多啲錢，好似洪新先生咁啊，可以捐好多錢嘅，有錢可以捐錢㗎。到你哋啦，1號黃詠儀。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我哋曾經去過摩洛哥嗰度就係拍外景㗎啦。咁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得到國王嘅款待啦。咁翻到嚟香港之後，我哋又受到各位名媛顧問嘅指導啦，得英良多啦，可以得到好多儀態啊、化妝啊、髮型方面嘅改善。咁我相信呢啲係名同埋利得唔到嘅，得唔到嘅，只學到好多嘢。係啦。好，到歐瑾。首先呢，我會反對選美純粹係為咗名利呢個心態啦，因為咧，我覺得曾經參與咧已經係好足夠㗎啦。因為咧，冇咗名與利，就可以話我哋今次參選係一無所有咩？係錯嘅。咁咧，我諗大家都會同意，名與利係唔一定係永恆嘅，但係一言美麗璀璨嘅回憶咧，係可以教人畢生難忘嘅。多謝。夠鐘，好嘢，好嘢。蔡寶珊。我覺得咧就選美咧就唔係為名為利嘅，因為好多女仔同我一樣就辭咗份工啦，咁就冇嘢做咯喎，咁而喺啲主要嘅場合裏邊咧就要買好多靚衫着咯喎，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我落選咗之後咧，咁冇咗名同利啦，即係得唔到嘅係冇名同利咯，所以我好肯定一樣嘢係得唔到。唔緊要嘅，攞選之後就冇名冇利。陳綺綿，到你。咁我認為咧，選美其實就係好似運動會咁樣樣㗎。咁我哋參選嘅佳麗咧，就係好似運動員一樣咁樣，係要不屈不撓、自強不息嗰種精神去克服任何嘅困難啦，去盡量表現自己好嘅一面。咁我就係本住呢種體育嘅精神，係去參選，而唔係為名為利㗎。好，多謝。好啦，馮美英，到你。我覺得選美咧係
係一個滿足感咯，多過係名同埋利咯。因為我今日可以對住咁多觀眾啦，咁我可以發表我自己內心嘅嘢啦，咁我覺得已經係好足夠。比一切名利更嚟得快樂。多謝。多謝。哇！原來個個今晚口才哇咁好㗎。咁啊，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辯論啦。4分鐘啊！4分鐘時間。嗱，我幫手㗎，唔怕㗎嚇。即管嚟啊！有咩問題啊？你舉手嘅，冇問題啦嘛嚇。3、2、1，開始。你哋開始講。阿黃詠儀啊，你頭先話純粹係為咗學嘢，咁點解你唔去參加啲模特兒公司啊？佢哋都有好多化妝啊，可以學儀態啊，你唔需要去嘥2個月時間咁辛苦去學埋啲儀態方面各樣嘅嘢。咦係喎，又講得啱喎。任何一項比賽咧，喺比賽之前嘅一剎那或者嗰一段時間咧，係可以好快、好短嘅時間係去爭取或者係學一啲嘢嘅，就係以最快同埋最好嘅方法去學。但係如果你去參加某些模特兒訓練班嘅時候咧，我就相信係唔會咁快可以學到。耐咗啲，咁呢啲係快啲嘅。好，馬佩欣。但係咧，我又覺得喎，為咗學咗啲嘢，但係就要辛苦3個月啦，受到好大嘅壓力啦，又要受是非嘅困擾啦，係值唔值得咧？如果你真係想學嘢嘅話咧，我倒不如咧，不如你參加啲 course 啊，去專心一意咁去學。咁係啦，冇競爭之下咧，你會安安心心咁去學咯。我相信有競爭先至係好事嚟㗎，因為每經一事你都會長一智。咁如果你唔去經過呢段咁嘅階段，攞唔到人生嘅經驗啦。係啦，就會有呢咁嘅。我可唔可以補充啱啱Helen問嗰條問題啊？因為我想問下你，你話我哋咁辛苦啦，係付出咗好多嘢啦，咁又唔係為咗名與利啦。咁我想問下你，好似舊年嘅立法個直選啦，咁多議員咁辛苦，佢哋參選難道係為咗名與利咩？唔係為咗幫香港嘛，係嘛？係啊，根本係唔同選美服務群眾建設香港嘅。係啦，選美都可以服務群眾㗎。係啊，做親善大使嘛。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你識唔識一個新馬師曾先生呢？你知唔知佢唱一首歌可以為東華三院籌到幾多款項？我哋亦都可以有為窮人做嘢。如果我哋有名嘅話，講得非常之好，有名與利就可以做。冇名一樣可以做善事嘅，幾個無名氏啊，係咪啊？捐10蚊啊，嗰隻係嗬。咁嗰陣時你只可以捐1蚊啊，或者100蚊啊，1000蚊啊最多啦，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嘅女仔。咁如果參加咗選美之後咧，你就即係揾到錢啦。係啊，有嗰個能力之後咧，我會即係有人捐好多錢啊。係。有人要搏佢，有人搏佢嘛。我相信咧，名同埋利唔單止係選美可以得到啦，仲有好多其他嘅方法㗎。係其他方面都可以揾到錢嘅啫。例如你可以學好一身嘅武功啊，或者係運動啊，咁你有成龍喺度，我覺得更加容易係會有機會有名利咯。反而選美你未必話有機會攞獎㗎，係咪先？可唔可以？就算唔攞獎，俾觀眾知道咗之後咧，將來可能會有啲好嘅前途啊！咁好似鐘楚紅啦、張曼玉啊，佢哋咪都係咁樣又紅啊，又即係有名有利。咁啊係啊！即是佢意思話係透過選美咧，就可以發掘到自己嘅潛質啦，咁就可以為咗佢自己將來嘅發展，知道自己行邊條路好啲。對唔住，頭先你哋好似提到話值唔值得咧？我哋受咁多壓力咁，我會覺得係呢個係我哋鍛鍊人生嘅一種方法嚟㗎。咁我哋喺呢短短2-3個月裏邊能夠咁充實咁樣、咁快脆咁樣去見到人生百態啦，見到我哋街裏間點樣相處啊，又或者即係點樣面對記者啊，點樣見群眾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好難得嘅經驗啦。我發覺李小慧好似未出過聲㗎嘛？你又出下聲講下嘢啦。我覺得如果有名同埋利嘅話，我會利用佢會去即係幫助社會咯。況且如果你唔冇名同埋利嘅話，你點樣去幫助社會咧？咁啊係，不過如果老老實實你今次攞到100幾萬獎金，會唔會捐晒佢啊？係嘛？其實幫助社會，其實我覺得已經過啦，好似啊！過咗4分鐘啊！哇，時間過得真係好快啊！咁啊，雙方面咧，今晚啊非常之有修養兼夾有口才添啊！今日冇晒啲生果啦，今日嚇，所以啲口才啲好嘢啊，好斯文今日啊！嗱，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好多環節咧，俾各位佳麗啦表演各方面嘅才華㗎。咁一陣間廣告翻嚟之後再見啦噃嚇！再見。再見。
姐啊，咁頭先啲佳麗咧，啲詞風都幾犀利嘅，不過我就覺得好似閘住咗少少嚇，咁啊都好來劍往㗎啦，都算係可以媲美啲武俠片㗎啦。咁我認為咧，佢哋都幾投入，因為佢哋講自己真心説話出嚟啦嘛。咁講俾大家聽下都係件好事嚟嘅，你話係咪？咁啊，你覺唔覺得斯文咗啲咧嚇？咁因為會唔會因為啲壓力問題咧？你覺得？當然有壓力啦！如果我做佢哋，我今晚都會斯文啲㗎啦，希望博好感。咁啊唔係，其實上次都唔係話好過分嘅啫，係嘛？咁不如咁啦，喂，我入去再拉佢哋出嚟，整多一 part 又係呢啲咁。喂，唔使啦。點解啫？唔使啦，好嘢咧唔使做得多嘅，一做得多就沉㗎啦嘛。你知啦，我哋仲有好多其他環節咧，俾各位佳麗咧表現其他各方面嘅才華㗎嘛。咁啊，跟住一 part 係咩嘢咧嚇？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咧就係唱歌。啊，唱歌啊，仲要唱埋歌添㗎。係啊。咁怪唔知張慧玉小姐頭先話啦，即係以前就唔同嘅。以前咧即係咁答下問題，即係有少少智慧咁就得㗎啦。咁就已經有名有利㗎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就真係難啦，嗱又要唱歌啦，又針鋒相對，哇！即係幾百份嘢㗎喎。而家又要記走位啦，又要咧跳埋舞添啊，記埋舞步。咁啊，仲有啦，嗱，而家佢哋唱歌咧，有啲唱片公司老闆喺度㗎。咁啊，呢個環節咧，佢哋真係要落足心機選下歌星都得㗎喎。幻變少女心。一
眼中，沒法改寫這半生，所有夢日日化淚痛入心。各位佳麗咧已經分別咧就表現咗佢哋嘅口才啊、智慧啊、儀態咁。唱歌不過我認為仲爭啲嘢喎。仲爭一樣泳裝係嘛？乜你成日掛住泳衣㗎？嗱，我認為啲佳麗仲爭啲政治常識啊。哦，咁啊。喂，睇嚟你都冇咩政治認識㗎噃。誒，咁又唔係啊！你放馬過嚟啊！好，我考下你啦，現任港督叫咩名啊？彭健新。咩啊？咁你話㗎嘛？阿彭定康。有幾多個女啊？3個。靚唔靚啊？梗係靚啦。97之後留唔留喺香港啊？
咁呢樣嘢真係要問問佢老豆先得。咁你都有少少腦，都可以代表香港去傾下啲機場問題噶嘛。咁啊，啲飛機場嘅問題我一路都識㗎啦嚇。你唔好喺度咁牙刷啦，如果阿挺考你咧，你過唔到骨㗎啦。嗱，一陣間廣告翻嚟咧，就有咧群芳論證演才華。陳友啊，你個老友咧喺準決賽嗰晚就話啦，喺決賽嗰晚咧，佢會絞盡腦汁問啲嘉麗啲好難答嘅問題㗎噃。我記得佢講嗰啲嘢，咁呢個老友咧就好中意留意下啲政治新聞啊、時事新聞啊，然後擺喺嗰啲電影橋入邊咧，就以為挖苦下啲政治人物。咧呢個老友就係拍檔咗10幾年嘅張堅挺。阿挺你好，多謝晒幫手啊，多謝啊。咁啊，上次我坐喺度咧，見嗰啲人啊，即係啲小姐啊咁樣喺度講嘢啊，有即係你又督我，我又督你咁。咁好多人話佢有是非，其實唔係嘅。我諗佢哋都有啲政治智慧嘅。咁我諗啊，即係今次問啲問題嚇。你同我定啦。搞下舞台上邊嘅政治啊咁樣係。我哋啲嘉麗咧驚都未驚過，佢哋咧自動分成5組，分分鐘預備應戰㗎啦。好啦，咁我哋麻煩阿肥姐咧報一報呢5組嘅分配係點好嘛？好。嗱，大家睇到咧 A 組咧就係1號黃詠妍同埋2號嘅殷安娜啦 ，B 組咧就係9號嘅歐瑾同埋10號嘅蔡寶珊啦 ，C 組咧就係11號嘅陳以綿同埋12號嘅黃劍清啦 ，D 組咧就係15號嘅馬佩欣同埋16號嘅左容啦 ，E 組咧就係17號嘅馮美英同埋18號嘅李小慧。咁啊，個方法好簡單啫，我哋有3個部分。咁第一部分就係常識，第二部分咧就係是非，咁第3部分咧就係選擇。咁啊，每一題咧就有1分嘅。咁啊。最緊要咧，我希望你哋要答嚇，因為你哋唔出聲咧就扣分，答錯就唔會扣分嘅，千祈唔好怕醜嚇。哦，咁啊，每一個環節就會問幾多分鐘啊？阿挺哥。我問10題，咁啊2秒啦嘛。咩2秒點得啊？即係一題2分鐘。即係啊，講下是非啊，講2分鐘，是非題2分鐘，讓2分鐘。咁啊，各位嘉麗聽住啦噃。嗱，聽完個問題之後咧，你哋一定要撳個掣㗎嚇。咁等我叫你哋組別嘅名，你哋先至好回答。仲有台下各位嘉賓啊，希望你哋合作，唔好俾貼士。係啦。最緊要唔好俾啲山埃貼士添啊。好好地咁俾貼士啊！好好地咁俾貼士啊！嗱，咁啊，而家開始啦，好唔好啊？而家開始就係常識題啊。常識題。3、2、1，開始計時。鄧小平隻右腳有幾多隻腳趾？C 組5隻。哇！腳趾都咁熟㗎，你哋。好啊，第2題就彭定康左手有幾多隻腳趾？係冇。C 組。冇。唔係 D 組。唔係 C 組頭先登着咗先嘅。係 C 組冇腳趾啱嘅。係。亞洲小姐競選今晚係幾多點播出㗎？E 組8點半。啱。中國港澳辦公室主任叫咩名？ D 組。好啦，未問完啦。未問完，你哋自己撞啦。辦公室啫。魯平啱。哇，好嘢喎！韓國咧就分南北韓，非洲有幾多非啊 ？D 組2個。嚇？南非同埋咩啊？南非同埋北非。唔啱啊，5非啊，東南西北中啊。OK， 阿毛澤東嘅太太江青而家住喺邊度 ？A 組。北京啊。佢喺地獄。咩啊？死咗啦，仲住喺北京，真係，唉。佢而家住喺地獄啊！司徒華議員有冇草老婆 ？C 組。冇啱。啱嘅。水務局全名叫做咩啊 ？C 組。都係水務局。啱。啱。點解利智唔可以競選區議員呢？同身材冇關係嘅呢個。嗱，我頭先我就睇到 C 組登着咗先嘅，俾 C 組答。係。嗱，你係咪咧？聽都未聽清楚就撳鐘，你哋自己撞啦。撞唔撞？4。撞咩？根本係冇關㗎，佢係可以去選嘅，不過佢唔選啫嘛。唔係，因為佢未住夠7年啊。智利咧係南美一個國家定係利智嘅表妹 ？D 組。D 組。其實係一個國家名嚟嘅。啱嘅。好啦，咁啊，完咗第一部分。哦，咁啊，請你終結下第一部分嘅成績。好啦，第一部分嘅成績咧 ，A 組咧就好似住北京未有啊，分啦。咁啊 B 組咧都係0分，咁啊 C 組咧唔錯喎，有4分，咁啊 D 組咧2分，而 E 組咧就有1分嘅。好啦，咁啊開始第2部分嘅問答啦。啊，是非題。好啦，彭定康係唔係香港人 ？E 組。E 組。唔係。啊？唔係。係。錯，佢係香港人。黃錢其濂嘅爸爸係唔係錢其琛？
嗱，C 組你撳咗 C 組打。係。係，哎呀，對唔住啊，前期生物中嗱，仲有啊，我要提一提你哋啊，大家就唔好撳啲掣字啊未問完問題就唔好撳掣。如果一發覺你哋撳掣，我哋即刻唔問，等佢哋撞。好啊。係。中國領導人居住嘅地方中南海係咪一個海？E 組。E 組。5、4、3、2、1，可以補答 B 組。唔係啱。啱。台獨係唔係醫學界最新發現嘅一個病毒？ C 組。唔係。啊，唔係啱。啱嘅。有智慧啊！馮門今始為君開，無限風光在險峰。半點朱唇萬客上，邊一套係一個色情電影嘅名嚟嘅 ？A 組。你撳咗你要撞啦。乜乜豬開啊？乜豬開喎？唉，你真係成日睇㗎啦，你梗係。朱埃咧可能係一套新戲嘅名，但未拍。咁啊，對唔住你錯咗，因為咧嗰啲都唔係鹹濕電影嚟㗎，係一啲詩詞嚟㗎。係啦，真係心邪啦呢啲啊！繼續問。啊，烏魯木齊係咪一個粗口嚟㗎？唔係。唔係，係啦，係一個地方名嚟㗎。醫管局係咪管理醫管同埋新醫館嘅？唔好問，等佢哋答 D 組，你撳咗先。我哋其實唔係。唔係啱，撞得撞都幾啱好啊咗啦。周梁淑怡嘅老公係咪叫周公？ C 組。唔係，係周先生。啱。啊，叻喎！周先生唔知有冇嚟咧？今晚啊。立法局議員李鵬飛年紀係咪大過中國總理李鵬嘅咧 ？B 組。唔係。唔係啱。啱。啊，呢個樣係咪好肉酸啊 ？E 組。唔係。錯，唔係呢個講笑啫，有分嘅。好啦，咁啊呢個環節嘅問題又問完啦喎，陳友。好啦，嗱我補一補先啦。咁我由 E 組講起得唔得啊？由 E 組講起先啦。E 組咧就有3分，D 組咧又係3分，C 組咧就有6分，B 組咧就有2分 ，A 組咧暫時都仲未有。加倍努力唔緊要㗎，唔緊要做一個回合嚇，做一個回合。可以 A 組希望阿江青保佑佢哋啊。希望江青保佑你哋，話佢仲喺北京啊，真係。係啊。好啦，咁啊繼續問第3個回合問題啦噃。咁啊選擇題啊。係。女勳爵鄧蓮如咧最中意係三文治啊、唐明治啊定係何佐治 ？A 組。三文治。哎呀！係江青保佑你。啊你啊佢梗係最中意佢個老公唐明治㗎啦嘛，係三文治喎。唉，冇計啊！唔係鄧蓮如咧，可能都係好中意食三文治，但係唔及佢中意佢先生唐明治咁多嚇。繼續啦。繼續撞啊！俄羅斯輪盤啊，係邊度發明嘅？白俄羅斯啊，定係俄羅斯共和？唔好問 ，C 組撳咗。嗱，心急咧啊，撞啦！撞啦！ 5、4、3、2、1，好， D 組答。俄國。韓國啊？俄國，對唔住，兩度都唔係。電影橋嚟嘅啫。乒乓外交、米高峰外交、欖格。C 組。嗱，你成日心急撳，你撞啦。不如等我問埋你啦，咁慘。好好。乒乓外交、米高峰外交、欖交，邊一個用詞咧就唔係外交辭令？欖交。D 組中嗰啲燈着咗先 ，D 組答。欖交係啱。黃錢其濂、范徐麗泰、陳方安生，邊個未結婚㗎 ？C 組。C 組。范徐麗唔係，係3個都結晒婚㗎。嚇3個都係結咗婚㗎。啱，好，3個都結晒婚。係啦，個個前面有多個姓㗎啦嘛。唔好爭啊！唔好爭。慢慢嚟，唔好咁急，唔好咁急。係黃劍青，你好彩有個醒目拍檔咋。老鐘好嘢。有潮州老漢之稱嘅立法局議員咧係邊個？3個啊？詹培忠、岑建勳或者係黃宜弘。C 組。岑建勳啊，哎呀，岑建勳好開心㗎啦，多倫多聽到。對唔住啊，係啊，詹培忠啊。周梁淑怡、麥列菲菲、林貝月加邊一個係歌星？歐陽菲菲啊，唔係喎，冇歐陽菲菲。麥列菲菲就係港大醫學嘅教授啊。咁啊，冇一個係。咁啊，劉千石、腎結石、膽生石，邊一個係人類？劉千石。係咪？恭喜你啊！有一分啦，恭喜你，把手啦，唉，真係好。跟住咧就係問
第8條問題啊，鄧蓮如、鄧琳、鄧小芳邊個係鄧小平個女 ？C 組。鄧 B。鄧 B 啊？ B 啊？係啊，我答 B 嗰個答案啊。 A 組冇答。冇呢個人喎。第二個。咩第二個？鄧蓮如、鄧琳。鄧小芳邊個？啊 B 組着咗喎。鄧琳。鄧琳啱。好，葉子楣、葉玉卿、葉夏利、葉選平邊個係前任廣東省省長 ？C 組。邊個啊？邊個先至得？即係葉夏利。唔係葉子楣，唔係葉玉卿。咁啊，梗係唔係兩個女人啦？佢話葉夏利啊，第三個啊，錯咗啦。錯，應該葉選平、葉夏利係藝人嚟㗎。周吉、周南、周西邊個係新華社社長 ？B 組。周南。啱，恭喜你。好啦，咁啊夠鐘啦，我哋亦都要睇下成績啦。好精彩啊！係。好啦，我報報先啦，係咪由 A 組開始咯嚇？係。A 組咧1分，B 組咧4分。C 組7分 ，D 組4分，而 E 組咧係3分嘅。咁阿挺，你覺得呢幾位佳麗對政治嘅常識係點咧？係有啲係撞啦，有啲啊好有膽，有啲啊好有常識，咁啊咩都有嚇。啊，咁喺呢度咧，好多謝阿挺啊，出啲咁精嘅題目嚇我哋佳麗啊。不過咧，跟住落嚟2 part 節目咧，好精彩啊！咁啊，大家期待已久嘅巨星咧就會同大家見面㗎啦噃。冇錯啦，咁啊巨星咧就一陣間出嚟啊，咁啊廣告翻嚟啊，同大家見面。肥姐。係。咁今次咧，我哋選美大會咧真係非常之有面子啊！請到2位天王巨星咧，係為我哋表演嘅。係啊，咁啊其中一位咧，特登由法國飛嚟香港啦，幫我哋打氣嘅噃。咁而另外一位咧，就係啱啱破咗我哋香港演唱會場數紀錄嘅天王巨星。我諗都唔使我哋點介紹啦，我哋個個都知道佢哋邊2位嘅。冇錯啦，各位觀眾，首先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國際巨星鄧麗君小姐。無用計較，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還願確信未見良辰在腳邊，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發現，讓疾風吹呀吹，儘管給我2口煙，
谢谢，非常謝謝您的熱烈的掌聲。好多謝各位嘉賓，今晚呢好榮幸咧可以嚟到亞洲小姐競選嘅嘉賓。因為我細個時咧就對選美咧又係好細個時就好夢想有一日咧可以選到亞洲小姐或者中國小姐，不過都冇乜機會，所以希望今晚咧我哋嘅評審咧又錄足眼力去選一個靚小姐出嚟，唔好選到我，因為我係超齡㗎啦。OK， 講笑嘅，唔該。咁跟住咧為大家唱呢首歌咧就叫做《小城故事》，謝謝。謝謝各位，多謝。那麼最後呢，我想為您唱的這首歌是叫做《我只在乎你》。求求你。
謝 Teresa， 你好，好耐唔見，我翻難先。好嘛？你唱得真係好聽啊！各位觀眾，我哋再一次熱烈掌聲，多謝鄧麗君小姐 ，Thank you Teresa， 多謝晒。咁一陣間廣告翻嚟咧，另外一位天王巨星咧將會幫我哋演唱嗰噃，記得啦，留意收睇，千祈唔好行開啦，一陣見。各位觀眾，天王巨星徐小鳳小姐。不知道在那天邊可會有盡頭，只知道逝去光陰不會再回頭。每一串淚水伴每一個夢想，不知不覺全流走，不經意在這圈中轉到這年頭。感到在這圈中經過順逆流，會可能紅顏過，共會聲有善笑聲，夢兒一一上頭。幾多艱苦都經我默默接受，幾多辛酸也未放手。相信是靠雙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淚水換每一個成功，從來得失我睇透。中經過順逆流，會可能紅顏過，共會聲有善笑聲，夢兒一一上頭。幾多艱苦都經我默默接受，幾多辛酸也未放手。相信是靠雙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換每一個成功，從來得失我睇透。好多謝，非常之多謝你，各位朋友，你哋好。我非常之開心，同埋抱住非常之興奮嘅心情呢，係能夠成為今晚嘅表演嘉賓之一嘅。我好耐都冇睇報紙，
最近呢1-2日啱啱休息，睇晒呢個多月嚟所有嘅報紙，發覺原來出邊嘅世界係不斷喺度轉變之中，而喺亞洲呢個地區呢，仲更加緊要。發覺呢係每一日都喺度進步之中嘅。咁我認為呢，今晚既然有一個難逢嘅盛會，亞洲小姐嘅競選，我哋又點可以唔用行動嚟支持呢？亦都好多謝你哋都能夠一齊參與今晚呢個盛會嘅。跟住呢，為大家唱嘅一首歌曲呢，亦都係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嘅一首歌曲，送俾各位嘅無奈。我本想跟你淡遠退，無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臉無意，與眼中困惑，你不忍轉身去。無讓往日情來留住你，唯願可克制自己。相安卻不遠，我知道，全為這不得已。這一刻跟你盟原對。非真心意。
神啊，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啊。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在高山上，你在金山岗，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啊。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上，你在金山岗，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啊。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花朵。神啊，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啊。我在高山上，你在金山岗，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啊。好嘢，好嘢！聽出耳油啊！哇，我估唔到你而家啲舞姿咁進步啊！我真係高順秋，你都跳埋犀利啦！我頭先有跳咩？有啊！其實我喺度閃嚟閃去嘅咋。唔係閃嚟閃去，你又踎低，又趌起身，又喐下隻手，我睇到好清楚㗎啦。我希望冇阻到佢哋。嗱，今日咧大家都好高興，尤其是各位觀眾，即係難得啦可以睇到兩位巨星一齊，咁啊冇理由就咁就算數㗎，係唔係啊？係，應該叫佢哋點啊？合唱係咪啊？唉，咁我哋請鄧麗君小姐出嚟好唔好啊？好，熱烈掌聲歡迎 Teresa。哇，咁快換咗衫㗎啦！哇，好靚喎！哇，你哋兩個襯晒色喎。咁啊，唱啲咩歌咧？你哋兩個？試下戲鳳啦。戲鳳啊？戲鳳應該仲有一個男仔㗎噃。咁揾邊個？得啦得啦，我揾一個最好唱口嘅人啊！係黎小田啊，小田。係小田，今晚啱你啦！你平時咁好唱口，咁中意唱人，今晚俾你唱到夠為止。我見到兩位天王巨星腳都震埋啊！你肩負重任啊！嗱，兩個巨星咁睇得起你，俾你同佢哋合唱，你冇唔記得歌詞，唔好唱錯拍子啊！我做乜嘢啊？你做掃地嗰啲酒保啦，你個樣似乜嘢啊？你仲想做王子啊？嚇！好啦，戲鳳唔該。人乡高山新温存，若有意思无情。不知他家何处，不知他何姓名。老叫我做你茫然睡不宁。京中名大张，家住那北京城，
咦，你来干什么？我爱上了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卖酒的风景好，一酒更迷人。我们卖酒做营生，不懂爱也不懂情。为什么你做里郎啊睡不宁？你说爱要谈情，存的是什么心？爱要麻烦，我送你进衙门。大牛，别胡说，快去扫地。说什么好人心，原来是假正经。人家的手帕给你铺得满天星，满天星佳人成，皇帝提的是皇后绣的房。你家戏当成真，欺君罪，罪不轻。严明叫龙凤，难道不记君？我们龙凤殿远近都知名，皇帝都不管。我劝你上飞行，不必提龙凤，还是轮换的。你貌美丽，必须聪明。一见就倾心，再见就钟情。你愿意？我在静静缠，我和你双双对对，配龙凤神宫上愿多偿还。我一见就讨厌，我再见你更伤心。你又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这场好气人。真胜利最严明，我难心上一轮，不但留客人，还是哥哥回来，你再上门，再上门。好嘢，好嘢，真係聽到我哋如痴如醉啊！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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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巨星即係巨星係嘛？一開口啊，哇，壓晒場啊！而家冇得翻去傾下偈先，傾下偈先，要傾偈㗎。OK。咁我哋喺呢度咧，代表大會咧，再次多謝你哋兩位嘅各位觀眾，我哋再次多謝徐小鳳小姐同埋鄧麗君小姐，多謝晒。哇！我而家心情咧越嚟越緊張啦，因為1992年代亞洲小姐咧即將誕生㗎啦。好緊張，我仲緊張啊！又要同兩位天王巨星唱歌喎，咁跟住咧我就貼咗我啲心水嘅。如果我中咗咧就好咯，我下一年咧就自薦去做評判，奉旨就睇靚女。阿 Michael，嗱你又唔使估啦。咁咧結果咧就評判咧退咗席，咁啊經過深思熟慮出嚟。初步結果喺我手。喂，未定勝負㗎。嗱，為咗令到各位評判咧對各位佳麗有更深一步嘅了解啦，同時咧要令到比賽氣氛更加刺激，咁我哋決定喺10位佳麗裏邊選出5位分數最高嘅，再嚟鬥一鬥。再嚟鬥一鬥，係玩到盡。係啦，咁究竟邊5位佳麗可以出線嘅咧？有咩心水即管嗌出嚟啦，喂！俾真係講先好嘛？第一位可以入選嘅佳麗就係9號嘅歐瑾。
Number 9，Miss Jenny How。咁而第2位可以入選嘅佳麗咧，就係幾多話？18號嘅李小慧 Lee 小慧。好啦，跟住第3位咧就係11號嘅陳以明 Ready Check。第4位咧就係17號嘅馮美英。哇！剩翻最後一位啦喎，你哋估下係邊個啊？不如大聲啲嗌啦！出嚟啦！幾多號啊？就係1號嘅黃詠儀。恭喜5位，恭喜晒5位。嗱，恭喜晒5位佳麗啦！咁佢哋咧將會成為咧今年亞洲小姐嘅冠亞季軍啊！不過唔知邊3位。咁我而家咧就有啲問題咧要過去問下佢哋㗎。好啦，麻煩肥姐咧過去問一問問題，我哋喺呢邊就聽啦。好啦，咁我問問題咧就係依照號碼編排嘅次序嚟到問嘅。黃詠儀你喺呢度。嗱，黃詠儀，我想問你啦，你認為啊今晚7位評判裏邊咧，你估邊一位會俾最高分俾你咧？我知，成龍。你唔好代人哋答啦，你自己答。我相信7位都俾咁高分我，如果唔係我都入唔到你啦。哇，好有信心喎！哇，對自己好有信心喎！嗱，我希望7位都俾你咁高分嚇。OK，咁跟住落嚟我就要問歐瑾啦。嗱，歐瑾，你係呢5位佳麗裏邊啦，你嘅身形咧就最細粒㗎啦。你個廣東話咧又唔係咁正啦。咁你覺得你對於自己進入3甲有冇影響咧？我諗可能會有少少影響，但係我諗我會以比較斯文大方可能會贏出。做咩？我聽到有少少反應，佢話斯文，你哋覺得佢唔係咩？嚇？係啊，即係佢幾有風度㗎，人哋點樣窒佢叫揦起頭髮，佢都唔反面㗎嘛？OK， 好，咁跟住咧我就要問11號嘅陳以明啦，你估今晚你自己會得第幾咧？呢個問題都幾難答，咁因為我嚟參選得，梗係會有信心啦。咁我希望係坐亞望冠啦，因為我知道第3名咧通常係青春活力型㗎，咁所以我實唔會中第3嘅。如果我1、2都冇份嘅話咧，咁我就應該3甲都不入。咁啊，或者今次係破咗選美嘅傳統啦，第3名係年紀大少少嘅咧，都可以。咁你自己咪估計錯咗咯，係嘛？都可以嘅。OK， 好啦，17號嘅馮美英，嗱喺咁多位佳麗裏邊啊，我認為你嘅表現咧就比較最酷㗎啦噃。咁如果你真係當選咗之後咧，你就要參加好多親善嘅活動㗎啦。咁你會點樣去改善你咁酷嘅態度咧？我會盡量保持多啲笑容，從今開始去學習下笑咯。跟阿肥肥姐你。哇！多謝。好啦，小慧。你咧就係咁多位佳麗裏邊嘅年紀最輕嘅一位，你得17歲啦。咁點解你咁細個嚟參加選美咧？你有3個月時間嘥咗喎，你認為你學到啲乜嘢咧？我認為我自己學到好多嘢，學到儀態啦，點樣對人笑啦，點樣笑得靚啦，同埋我認為試下呢個機會係好難得嘅。如果有咁嘅機會，我想去不妨試試睇下可唔可以入娛樂圈度試下發展啦。哦，原來你好中意做呢一行啊！希望你從心所欲啦嚇。多謝。好啦，咁啊俾翻個麥俾陳友先。咁啦，5位佳麗你已經回答咗我哋嘅問題啦。不過唔知道而家評判咧俾個分數咧計咗出嚟未喎？小田，你有冇心水先？我啲心水咧就有啱有唔啱咁啦，我哋唔想影響評判，因為我啲分都仲未有。即係你肥姐就身水身汗啦，肥姐啊！唔係啊，我認為小田咧就比較識得欣賞好多唔同類型嘅女性嘅，就佢又中意欣賞啲心口捧住紮葉嚟影相啲女性啦。哦，咁啊老實實。咁你即係話小田心多啫，係嘛？咁啊唔係，咁你認為梗係邊一位係冠軍相咧？咁啊？揾個心口嚟做標準咩？唔通？唔係，我冇咁講過啊！頭先話咩用心口捧住啲咩啫？做標準。你嘅女友啊，最近啊影咗幅相啊，好多頁咁遮住心口啊，私人問題留翻第二次講我。你有冇心水？我嘅心水咧就覺得咧，
應該係一位最有智慧同埋最美麗同埋最識得執生嘅女仔，就應該係冠軍。咁呢個係邊個咧？我最有智慧，最識得執生。結果嚟啦喎！有結果咯喎！哇，好緊張啊！好緊張啊！緊張啊！呢個結果咧就非常之準確，因為我哋有安永會計師樓嘅同事咧係從旁協助，所以非常之公正㗎。係啦，咁我哋喺宣佈冠亞季軍名次之前呢，首先咧就要邀請我哋頒獎啊嘉賓上台㗎。咁而家咧我哋就邀請1991年度亞洲小姐嘅季軍鄧佩西小姐咧上台為我哋頒獎俾今屆嘅季軍嘅，有請鄧佩西。Miss Kit Tang。1992年度亞洲小姐季軍就係 Miss Asia 1992 the second runner-up is 係邊位咧？就係9號嘅歐瑾。Number 9 Miss Jenny Au。恭喜你歐瑾小姐。歐瑾9號方齡21，身高5尺4寸半，現職秘書。佢話希望將來佢事業有成咁話喎。Congratulations to Miss Jenny Au。喺呢度啦，我哋好多謝鄧佩西小姐為我哋頒獎㗎，再一次恭喜歐瑾小姐。Thank you very much。多謝鄧佩西小姐，唔該。咁而家咧，我哋就要邀請咧話咧頒發亞軍獎項嘅嘉賓上台啦噃。我哋邀請1991年度嘅亞洲小姐亞軍黎紅燕小姐為我哋頒獎嘅。多謝黎小姐。各位觀眾，1992年度亞洲小姐亞軍就係 Miss Asia first runner-up is 佢就係18號嘅李小慧。Number 18李小慧。恭喜你，李小姐。恭喜晒。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Miss 李小慧。亞軍18號李小慧，芳齡17歲，身高5尺7寸半，職業係文員，志願呢就係成為一位演員。好多謝黎紅燕小姐為我哋頒獎，多謝晒，恭喜李小慧。多謝黎紅燕小姐。唔該晒黎小姐。唔該。咁而家台上剩落嚟嘅3位佳麗咧，其中一位咧將會係1992年度嘅亞洲小姐冠軍啦噃。咁咧，我哋未宣佈名次之前，我哋首先咧就要請1991年度亞洲小姐冠軍啦，羅琳小姐出嚟繞場一周，講講佢在任呢1年嚟嘅感受啊！有請羅琳小姐。回顧喺過去1年裏面，我肩負亞洲小姐嘅使命，參與公益活動，亦有代表香港往外地作親善嘅訪問，期間學咗唔少做人處事嘅態度，令我人生經驗更加豐富同充實。另外，我亦都參與咗電視方面嘅演出，從而展開我演藝事業嘅第一步。喺今晚，新一屆嘅亞洲小姐即將誕生，喺呢度，我衷心咁祝福呢位佳麗，希望佢能夠為自己寫下人生燦爛嘅一頁。羅琳小姐啦，漏咗講樣嘢啊！佢最大嘅收穫就識咗劉坤明先生，係咪啊？好啦，好啦，好緊張啦！各位觀眾，1992年度亞洲小姐冠軍就係 Miss Asia 1992 the winner is 佢就係10幾話17號嘅馮美英。恭喜你，馮美英。Number 17 Miss Adela Fong。Congratulations to you。恭喜你，馮小姐。17號冠軍馮美英，芳齡24歲，
身高5尺6寸半，現任秘書嘅工作係希望能夠喺演藝界嗰度發展喎。嗱，我相信馮小姐咧成為今屆冠軍係眾望所歸啊！一宣布佢名嗰陣時，反應幾咁熱烈啦，你話係咪？恭喜晒馮小姐！恭喜恭喜！咁喺呢度啦，好多謝羅琳小姐為我哋主持呢個頒獎儀式嘅。咁啊，冠軍嘅獎品係非常之豐富喎。嗱，據我所知咧，除咗豐富獎品之外咧，仲有一架萬事得嘅 MX6嘅名貴跑車一架嘅喎。多謝羅琳小姐，多謝晒。多謝羅琳小姐。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請1992年度新鮮出爐嘅冠軍亞姐冠軍馮美英小姐繞場一周，接受大家俾佢祝福同埋讚美嘅。1992年度亞洲小姐咧，終於順利咁誕生咗啦！我哋喺呢度咧，好多謝今晚為我哋演出嘅嘉賓。鄧麗君小姐、徐小鳳小姐、黃敏德先生同埋張堅挺先生嘅。我哋咧仲要多謝我哋音樂總監徐日勤先生、舞蹈編排朱明龍先生同嘅勞苦功高啊 dancer， 仲要多謝我哋嘅評判團喎，仲有張曼玉小姐、林謝玲女士、阮偉文先生、成龍先生同埋名媛顧問團嘅，多謝晒，多謝晒。更加要多謝所有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啦，同埋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再一次恭喜3位亞洲小姐，亦都要多謝我2位拍檔就係小田同埋朋友。唔使係，肥姐。我哋出年再見。